大家好，我是杜阿玉，我是一位职业高尔夫选手，一洞300几码，我拍去吼一个都入去牛林顶啊！我总共摕到115个冠军，是目前台湾上高的纪录。请阿玉老师看者有摕唔到记录，会使。我这回真正是7个半，唔知死我呢。哦，我有受伤过，有6年的时间无法度拍球，拢伫咧复健。你家己爱医家己啊，你袂使靠别人要医你啊。这个手拄天啦，这叫做天下第一招啦。有好食无？啊，才50几年啊！哇！对啊，你搁知影几岁啊？我人生的下半场，通重要的就是希望，把高尔夫经验传承给台湾的下一代。老宋把我们当他自己小孩一样。转。对。赞。会当行着的世界行行，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人生，哈哈哈哈哈，几岁拢无要紧，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练习，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咱台湾人有一个习惯，我感觉足古锥嘛足有人情味的，就是咱会甲一寡表现足厉害的高人，号做台湾之光。亲像我心目中都有一个永远的台湾之光，都是高尔夫的天后杜阿玉老师。啊，为着要接近伊的生活，我讲我要做伊的球童，伊煞讲好呢，伊答应啊呢。所以我即马就是爱甲伊的球技好好整理一下。才袂老。哎呀，真重呢！春兄兄搞啥？早。我是阿婷。好。嘿，我是今仔日杜老师的球童。好。啊，这数量爱点无？爱，你要甲老师确定讲，老师你是5支叉杆，7支铁杆，无阿妈你来的时阵若拍唔见，你才知影讲。哇，安尼代志有大条啊！好，安尼我知啊，所以咱即马算是传好啊，对无？传好了后，就爱去。叫老师啊！噔噔噔噔，贵宾杜老师，阿个陈老师，恁的球具已经准备好啊，请准备要来拍球啊！噔噔噔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呦，老师你好，陈老师你好，来，哎呦，哦，谢谢谢谢。哇，老师真正是。金光闪闪的 superstar 呢，哦，足欢喜。拜托。啊，阮球具已经传好啊。好，谢谢。今日我要做球童，请多多指教。有了，拜托。哇！来，谢谢。唔敢休收大声，敢一人惊到啊！老师真正厉害。啊，即摆换陈老师介绍。即摆若是有球员咧发球，咱是毋伫边仔讲话袂当伤大声，莫去影响着伊就对。哦，你歪去啊？一叔叔啊！乖豆腐。哎呀，杜老师，我要借问一个吼，你是安怎会甲即个高尔夫结缘的？我吼，我小学的时阵就是每工拢对迄山顶安尼行落来，啊，对着阮一个经理，伊就问我讲：查某囡仔，你是爱拍球呢？我讲我感觉足奇怪啊，真好奇啊，所以走来遮。伊就讲无你拍看觅，切佫袂歹。伊讲
你有天分哦。哎呦，啊，落尾吼，伊送我一支个旧球车啦，嗯，啊好木杆，伊才有啊好木杆，是厉害。所以我每工吼来遮，若来哦，我拢去遮拍倒转去，啊拍到第二栋诶，是。啊才球捡甲转去。老师，你的故事就是讲，大家爱拍拼，吼啊，英雄无论出身是啥物地位，只要你肯拍拼，就会出头天。这是我较早看新闻报道，老师你的故事写到的。但是我迄当阵还无想安尼啊，但想讲有球通算袂歹啊。哎呦，老师真正是台湾之光。你看伊赢遐尼济冠军，啊，互遐尼济国际的人知影台湾这个所在，所以今仔日会当请伊来做下半场人生的学者，来对伊学习伊对人生的态度。我感觉，哇，我这个练习生真正吼爱顶劲。照这个情形，等下，哎呦，老师，咱爱用几号的？我要第60。是，对我会通过来啊。阮即个徛哩，我会歹势歹势，伤过高级的徛哩。谢谢。请哎呦老师看者有摕唔到去无？会使。我这回真正是7个月半啊，唔知死我呢。讲要做你的球童啊，你嘛足有胆的，讲安尼讲好呢。袂啦，我吼我拢袂欠球童。啊，多谢多谢。我去日本比赛，伊拢派铜牌的球奖我。啊，我拢毋捌惊遐。啊，即摆就爱看家己本身拍有准无啊？这都是爱切起来啊。对对对。嗯。安尼就是拍对无？伊无去，伊无拍。哦。谢谢。球童有当时爱倒看对无？对对对。看这个草的色啦。倒边还一球无？爱哎吼，好，谢谢。那倒边较悬，对较顺来。对。哇，伤轻啊！这毋是纯草，探平钱，摊平钱哦，我看这纯草啊。哦。老师，你伤客气啊，头拄仔迄粒。我判断无好，嗯。我判足紧，结果无紧。做选手拍做选手拢一拍定爱拍过空，袂使袂使拍无拍无空。够空的。哦，安尼我过空就理解。过空就才有机会，无够空就无机会啊。了解像我了解。拍伤轻就无机会。哇，伊嘛对我去，伊只钓了较水。诶，伊只恁钓了。两位翁你等仔某下三同心。五来，来啊，过来，爱准备几号的三五给3加5的木杆， ？3号甲5号的茶杆。球伫遐免吹。你遐来甲咱洗下。对啊，我有看见。爱切一个无？唔免，这袂使切，哦，了解。第二个袂使切。哦。哦，袂飞啦。哦，赞赞赞！袂啦无啦哦哇，陈老师，哦，袂歹哦，我正平一叔叔啊。只还佫足远的啊。我感觉嘛是有机会会当birdie啦，加几吧？遮安尼30瓦无到啦， 40，无啦。哦， 20吗？好来，我拍陈老看看。师甲我暗示我拍20。看卖。哎呦，老师吹过。哦，差2把，差2把啦。哎，这真正歹拍呢，哎呀，你甲切起来。拍来到遮球的垃圾爱摕起，摕这钱啊，就是要切球，该做记号，放伊后壁，放伊后壁。对对啊，马克摕起来切的，嘿，啊，再搁该放到转，哦，甲迄个马裤把迄个马骨摕起来，安尼。嘿，摕起来。哦，多谢啊！过去对阿佑老师的印象都是球场面顶啊，迄个专心的态度，迄个眼神，
我就想讲，哎呦，老师是不是一个嘿被教公生球不苟言笑的啦？但是深深甲伊接受了后，发觉到无呢，哎呦，老师伊足够水的呢，人有够好的啦，啊嘛袂因为讲哦，伊已经足专业啊，伊已经是足厉害的一个 super star， 伊就去一个班，完全无。尤其对我来讲，我今仔日是球动的菜鸟啊，其实我真正是做甲哩哩啦啦，但是吼，伊拢无计较，所以多谢哎呦老师。连去正健康来使。正健康。哦，你话有。有，我看是有啦，参考就好，参考就好。对。嘿，哦，那也是。正健康呀，谢谢。水啦，哦，拍，来，拍。哇，辛苦啊，辛苦啊。来，咱行去食。安尼两动，拍耍对啊，对。其实高尔夫这个运动介好的一步就是行路。对。以前这英国发明这就是讲绅士的一个运动嘛。这会当拍球的人就是表示讲他很受用袂歹啦。嘿，讲是修身养性。对啦。的一个运动了。因为你袂使生气啊。你这个球生气嘛是你家己拍的，没有人无人甲你落啊。对啊，而且你急嘛无法度急。这款物件你愈急愈拍歹啦。伊这照你讲高动拢头2点钟的时间，2点钟安尼甲4个人拍2点钟，所以你18洞就4点钟。一个早起，啊无就是一个下晡。对。哇！哎呦，老师、陈老师，恁两位是毋是较罕咧做阵拍球？头一摆。真啊假的啦？两个人。啊，无平常时拢有其他的球友就对啊。前一摆是我们家族3个人一起打。运动爱运动，但是水分加这营养，老师。OK， 谢谢。这是毋是你同爱食的？谢谢，谢谢。我有去探听啦，爱啉水对啊。OK。咱像老师你较早咧比赛的时阵，是嘛爱注意爱炸什么物件补品，随身安尼炸的。去美国拢买呢，有一条安尼有无？嘿，迄款拿迄巧克力的迄种是无？巧克力啊，佮带金蕉啦。迄同紧啦。食头。而且食金蕉的好处就是袂揪筋。对。咱即马要摕3跟5。好，3号、5号，我唔对。陈老师，我想要甲你偷偷问一个，哎呦，老师上互你配合，还是你上欣赏的是伊的个性的倒一个部分？伊是一个在球场上是一个斗志真好的，还佫迄个真好爱赢的女性啦吼。咧厝的是一个贤妻良母啦，煮饭洗衫。哇，扫涂骹，逐项拢。是做啊真圆满啦，完全啦，我有伊，我真幸福安尼。哦，真的哦。咱两个人安尼结婚要40年啊，佫会当对陈老师的嘴里的听到伊对哎呦老师的一个肯定甲感恩，我感觉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人生会当有安尼的伴，吼，对顶半场来行到下半场，真正是足幸福、足甜蜜的代志。啊，那普通时啊，球童会甲你安尼加油加油。无啦，迄野球啦，那个是野球啦。哦，我高尔夫拢爱速进。速进对，爱较定着的，爱较定着的。这有做无力，你知无？哦，这有做速度无够啊。唉，迄个跑啊有啊，落去迄个无。跑若是搁吹落，对，就往啊，我就欠迄个啦。伫咧迄个拍球的过程当中吼，伊常常拢会想讲，哎呀，头拄啊应该爱安怎？等下搁要安怎处理较好？就是伊不断的自我对话，这都表现着伊真正是一个
会知影家己思考、家己定定反省的人。我感觉就是因为这个个性，互伊成功的。我一个比赛的时，我行路是安尼啦。嘿，足紧的，哦足美的安尼。啊，因为我即马是退落来啊，对不？是所以我放慢脚步啦。啊，哦，我爱家己爱学习啊，哦学习讲，对，心态爱调整，嘿啦袂当讲啥物代志拢要甲少年的比。对对安尼比对，来比，家己气死啦。对，因为你嘛行袂久啦，是。啊，所以你行较紧，你家己会喘会啥，啊，你就爱家己爱调整，啊，你就慢慢啊慢慢啊行，啊，即马你家己体力会用的时阵，啊，你甲佫慢慢啊佫调，安尼渐渐咱人的体力就会恢复，啊，就袂出遐侪问题嘛。啊，海啊，伤大，太大了。手工，好，摕起来。这有剪草无？他小无啥有哦，小头前迄过尔。哦，谢谢。一只鸟啊，甲掠起来。我想讲鸟要掠着啊，鸟要掠着啊。谢谢，无掠无嘛是拍，对，嘛是拍，嘛是拍。头拄啊，迄球我想讲落去啊。落去啊。对，所以球就是安尼，对，啊，若是风一吹，伊就落去就啊。落去啊。对，这这第四创的啊。的发球台这么水呢？你看偌久无转来啊？伊遐有写哦，球场上悬的海拔， 490，嘿，这是水库。对，迄水库石缸啊水坝。老实讲，这丰原球场真正是足水的。来拍球，欣赏这风景，安尼心头嘛会开。对。OK，哎呦，老师，哎你伫咧遮做球童是虾米款的一个机缘，互你决定要行普罗这条路？因为我细汉就安尼悬绕散啊。哦，所以你就爱运动的。对，啊，嘿所以我拍球我拍得真远，迄当阵拍得真远啊。啊，所以真侪人看到我，拢感觉我有机会。是。啊，要甲我栽培，啊，结果阮爸爸就讲，啊，阮也毋捌吼，啊，咧做农嘛无迄个资金啊，啊，所以你也感觉伊是一个会用得掉的囡仔，啊，就拜托你安尼，啊，即句话我就互伊送去啊。哦，哎，迄当阵你几岁？15、16。 16岁，我要17岁，16岁。哦，还未成年呢。还未安尼你就包好啊，爱款款的，爱去对球，爱去训练对啊。所以迄当阵你决定要开始行普陀的路的时阵，就是送去西亚伯，就是送引导，对。爸爸的对厝。对啊，你当阵住伫咧西亚伯的厝的，敢有拄到陈老师？有我们一起啊。有啊，伊嘛伫咧拍球啊。哎，所以安尼讲起来，恁会当讲是青梅竹马。对但是啊，我伊早无甲伊拍球啊，足少，因为我来淡水无偌久啦。我年尾来啊，3月去冲绳啦，去拍迄个美军的，我会知影是美军拉下的球场啦。啊，结果转来我第3顶的病啦，伊讲爱搁去加赛啦，第4栋，第4栋的啊，啊，半夜我扑咧，一栋300几吧啦。我拍去吼，一个都入去有人顶啦。因迄个人爱看一个惊一个。伊当几吧？可能遐有较定啦，啊，所以有较定，可能安尼跳吼，跳入去牛人顶啊，拍一个就啊一举成名啊。哎呦，老师伊决定要行职业这条路，伊就足拍拼。为1974年到2005年，摕了100多场的冠军呢。啊，尤其伫个1983年，就摕了14个比赛的冠军。哇，这真正是足厉害。啊尾啊，伊佫摕到日本的永久出场权，这是上悬的一个公认。伊的努力甲伊的拍拼，真正是咱台湾人上好的一个反应。吼，啊，而且伊迄个拍拼的精神啊，嘛，互全世界拢熟悉到咱台湾。哎，水嘛爱多谢干净陈老师，多谢阿老师，哇，拍球了，安尼坐落来哦，袂歹。
这个壁画有故事的对无？较早徛哩，吼，球洞就是伫迄个草地啊，所以你较早就真正是伫草地啊，按迄个球地啊咩？这就是有讲这个球场的故事啊。啊，嘛那亲像你的故事呢？那个你的成长安尼有无？安尼一路行来这条路，哇，真正嘛是无简单。那是讲我的故事，我感觉足公平的呢。哎呦，老师，爸爸妈妈有看过你拍球无？我在练球，伊唔捌看过。唔捌看过。我离开台湾去外国比赛，伊也讲唔捌看。我去日本拍甲，转来台中拍这个来这拍台中公开赛时，阮爸爸才看到。哦。阮妈妈嘛无来看。妈妈哪会不会来看？因为因感觉因唔捌啦，嘛看无啊。哦，是。嘿啦。啊，你会想要因来看无？是讲会想要甲因分享着，你是为着什么咧拍拼？你为着什么咧努力？我会爱因了解讲，到底阮查某囝是咧做啥。对，我其实听着老师安尼讲，我该有甘心的，因为我咧做的工课，我嘛就希望我的爸爸妈妈会当了解，唔通讲啊，你去做就好啊啦，哦啊，我伫咧厝诶甲你加油就好，莫唔通，大家啊一定爱互相赞声，吼啊，有机会就顶一下呢，下一辈爱互相定交流啦，莫留遗憾，绝对唔通的。哎呦，要来佚佗啊！耶，我上爱佚佗的。你老师，你是毋是嘛最爱佚佗的？我做囡仔最爱佚佗，我家早有迄段时间。系啊，啊无你练后拢咧比赛。我练后拢毋捌佚佗。啊，这搭是你细汉生活的所在对无？对。这片山的。这片山拢是。哦，阮较早遮拢毋是淡仔家咯。啊，无是土路。土路。较早有巴士咧行无？迄当阵土路的时阵。我拄啊要毕业，迄当阵较开始有巴士。哦。所以阮弟弟就有巴士。有哦，啊你较歹命。好佳在你倒落啊，骹长啦。我家早甲训练，啊若无我无遮用。一个。哦，迄时间。走海边啊。哎，车来哦。来哦，几十年没坐过这一班车了。咱野手，天骄。野手，几十年无坐啊吼。哦 ，very good。好几十年无坐过啊。我的英雄呢？赞。一去你公车，老师就讲 very good。哇，听到安尼我就欢喜呀，真正的。转来到故乡坐公车坐巴士，安尼就对啊。这是第一栋。这第一栋。对。咱拍球的第一栋。对。哦，看到足明足清。足明，啊，即马树啊足水。迄当阵你差不多几岁知影才要起这球场？你会记得无？我还未毕业，因就当咧拍，应该是我细汉就咧做啊吧。咧做哇，啊无想到，然后你的人生，甲这个球场，甲这个高尔夫拢，因为我就爱运动的啊，我伫学校就拢大家运动拢有参加。老师，你迄个少女的时阵，你坐公车来市区，你拢安怎算？看电影，还是坐夜市啊，还是买衫？有当时爱去看电影，啊，才一暗饭的转起来。暗饭的差不多几点？5点。5点暗饭的巴士。所以阮妈妈拢唔知我倒出来佚佗。哎呦，老师真正足高水的，因为吼，伊看到公车外口的迄个风景，啊，伊的记忆，甲伊的往事，真的安尼一步一步一直跳出来，伊拢一件一件安尼甲我分享。我感觉会当甲哎呦老师同齐坐这班公车，我就欢喜的。妈祖庙到啊，咱甲试一个。哦，试一个。哦，要落车。谢谢。车塞了就好诶，就知吼。谢谢。好，拜拜。谢谢。
乡，这都是咱丰原食同有名的，马祖庙。对，啊，迄个菜花，迄色甜嘛，各足饱甜的。对，哦，真庄严，庄严。真庄严。哎呦，老师，你细汉的时阵，妈妈会带你来遮拜拜无？会啊，过年的时拢会来，过啊，有着人就足济客安尼。出一人，迄个元满祖先。 3月的时阵，对，我比赛拢会带迄个保鲜有伫伫咧是啊，就互你比赛平安顺利。对，一般运动选手，爱上应该拢有一个信仰，是，因为咱人爱有一个信仰，对无？较有瓦靠。嘿，较有一个安心伫咧。哦，怎么会在这里遇到你？阮同事啦，往湾球场啦。真嘅，拄着是老同事。恁两个有咧联络吗？无联络，拢无联络。今仔日哪会这哎呦，拜拜啦！哇，拜拜哦，哎呦，谢谢哦，心灵坦诚。感恩。可能两位真正是太久无看的，因为因顶一回看到的时阵，应该是还阁少年的时阵，所以因对因那个有淡薄熟悉，但是阁无确定，淡薄熟悉阁无确定的迄个感觉，我感觉足奇妙的呢，足趣味的。咱甲朋友吼，甲咱的亲情，甲咱的同学，真正爱定定联络才会使啦。啊无吼，若是无定定联络，有当时真正吼。就算坐伫你的身躯边，你嘛无一定认会出来。啊，所以姐姐是叫啥物名？刘秀英，对啦，即马想到啊啦，姚秀英啊，想到啊，伊我的前辈啦，是伊较大声，较大声去球场，我拢甲因这个因啦。对，伊甲阮姐姐啦。小英姐。但是足拄好，我拄啊翕一张相吼。后壁应该迄是恁弟弟啊，即个。嘿啦。即阿明对无？对啊。伊讲要徛遐花圈啦。弟弟哪只好打啊？哦，因弟弟足坏，足幽默的，是哦。调皮啊，很调皮，对无？恁弟弟足调皮的。你是烫只骹咧练球是无？你哪只打水啦？哪会买穿鞋啊？但阮以前定烫只骹，你拢嘛安尼走，安尼对啊，阮以前定听，所以我安尼骹会知着。我大自然练出来。恁两位应该留一下联络的方式吧？对啦较难得啊，欢喜，安尼。好啦，开心，安就对，安就对。好啦，多谢啦，我咱有缘搁见面就难得的缘无你分比台中，我要做找你。人海茫茫安尼。哦，这阮的庙东，一日来，芳气都拢走出来哦。在地人会来食，啊，常像我这个观光客，我嘛会来食。啊，咱今日要食倒一档？要食这档。这档肉粽是无？你好。来，今要食什么？我要食扁食。好。啊，我要食肉粽。好。肉粽。肉粽，啊，你不爱扁食啊？哦，扁食好啊，啊，你不爱肉粽哦？袂啊。谢谢啊！来，再见。谢谢，多谢，安谢哦，感恩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啊，对，老师你伫日本生活，拢爱いただきます。这汤袂歹，有好食无？这边是足青的呢。对啊。啊肉吼会甜，啊皮吼安尼足清爽的，脆脆。老师，你若是有转来丰原，一定会来食一粒肉粽，啉一碗扁食汤吗？对吼，而且这是有感情的。我会带转去。你可以抓动你。阿哥妞，借我问一个吼，
吴老师讲吼，伊若是倒来红丸，拢会来食。哎，就这年，我等来一定来。这每次都是这样。对，伊讲爸爸咧做的时候，伊就开始食。我们去我们第3代，我们做80几年。伊伫迄边做嘛，对吧？吼，我无记你阿公哦，对，我伫迄边食，啊，恁就要哪所来食？来过来这边50几年了。哇！你看，对，所以我食偌久啊，你看，我有一定，啊，才50几年啊50几年。哇！对啊，你搁知影看啊？阮无咧算年岁。第4代快接手。哦，搁来第4代，哎。真正爱食，再麻烦你一定爱接手哦，爱食落哦，啊无阮后一代都搁出食无啊。阮查某囝嘛拢来遮食。是哦，我的人的节拢是小时候来吃，吃到长大就现在带小孩子来吃，都是这样子。歹势咧，人客一直来，搁甲你炸伫遮吼，你生意无？多谢。歹势啦，歹势。其实阿友老师，我看到大姐大哥啊，安尼出来食物件，我拢足欢喜。对啊，因为我感觉表示身体啊健康，啊，搁会当享受好食的物件，爱行出来。爱行出来，对啊。我就是讲，像我会当去台北拍球，我当第一就是讲会当成功，会当报答爸我栽培人，爱会当有厝内较快活。对，我是感觉讲做人的事，事拢是应该的啊。有时大人较快活的，对吧？所以就为趁钱，为趁钱，我拢有我的爸爸啊，对我的老师，对一生的拢回欧洲个拢去世界去游佚佗了。去游览了对。啊，但伊拢记袂起来啊，记袂起来。我讲我要紧，你有去就好。你有去就好。对。我感觉哎老师真正是一个饮水思源、食果子会晓拜树头的人，因为有安尼的理念，因为有安尼的精神，所以吼，伊转来到故乡，也是食到这个故乡的滋味，伊会特别怀念。其实伊怀念的，我感觉唔是真正是这个芳气，也是这个料有偌好食。伊怀念的是对故乡的感情，啊，佮对每一个该斗相共过的人的伊迄个感恩的心，互伊特别对故乡的感情更较深。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哇，这都是淡水球场，高度的球场。阮遮是台湾第一场的球场，哦，高度的球对场，全台湾正港第一座就是伫这遮。一定超过100年啊！哇，所以阮遮的树啊，拢特别大丛。哎，真正对诶，你无讲我无注意真正的。啊，毋过这个淡水的球场对阿友老师来讲，哦对啊。哦，就有意义的呢。丰原是我的起步，对啊，这是我职业的起步行出去的路。今仔日我搁交面皮一届。袂啦，这是我迄个举手之劳袂啦。摕我的摕来， ，OK， 好。袂当一个仔就要拍对无？最好是热身啦，哦因为咱的身躯对啊拢，尤其咱较有年纪的人有无？对，毋是身躯拢有年岁人，是每一个年纪的人拢爱暖身，身体爱烧热，安尼较袂运动伤害。啊，毋是讲我，毋是啦，我嘛是啊，迄囡仔嘛共款。对吧？吼，咱运动者吼，啊，即嘛会使安尼运动，啊，即嘛换安尼，哦，哦，对吧？我啊，再吼，换即边，我筋骨足安呢，足安毋是呢。家你我嘛是，啊，你嘛是？换后壁，诶，安尼有呢，有救着无？有救着哦，真酸。哦，对吧？吼，平常时电脑拍伤济啊，啊，即嘛换安尼对吧？嘿，会使安尼做，对，啊，你的脚膝盖爱屈的，爱留啊弯弯。对，膝盖就像安尼，蹲马步迄款型的，安尼有无？这嘛是咱等下要拍球的一个曲对线。对对，所以要拍球前头有5分钟的热身有无？是，那做是加足好啦。对啊。啊，这毋免讲甲拍球啦，你一般要出去行路要创啥拢会嘛是共款，
啊，咱就即摆过来就是安尼对哦，你就轻轻啊，害这个竿头的重量，甩掉，甩掉，这两个是安尼甩，它不是这样甩，这样甩你这里会受伤啦，安尼，肩胛头伸起来，甩掉，这个脚要拔起来，这个卡，嘿，对行。你搁用手啊，你手不要加力，你只扭的好哦。刚加对你的腰部走，你的下盘走，我来对落，无够，你看你的脚拢袂叮当啊。你拢会想只要去拍球啦。对，有影你就想讲我只安尼落，顺势甲射过去安尼就对。你只要球这头对。代志不妙啊，因为吼，我有摕过球车啊，但是安尼遮尔正统、遮尔正式的拍这个高尔夫，我老实讲，真正是第一届。今日请到哎呦老师安尼来甲我教，我真正足紧张的啊！而且我嘛足想要较紧甲这个姿势学好势、学正确。啊，不过我感觉那个愈急。愈学了无好呢。好来，你怎么野心抓改落？一看，这个竿头它自然就会打到球啊。是，刚刚迄个车安尼甲输出去啊。对。哦，所以你安尼你就袂直直要用手拍球。用你的脚拍球哦，哦，右肘哈，好，肘加2拍的力道，你看球，对，爱安尼豆豆啊做，你才做会起来。我知影老师的意思啊，安尼我才会去带动我的骨盆，对啦，去转安尼。我拢因为我唔惊头乌白色，我拢安尼定。伊迄起来甲落遐袂使走，啊，你若过球了，你就对行。啊，所以头拄啊安尼，我骹床安尼就，就会顺啦。安尼就会顺啊。你豆豆啊做，伊就会顺。啊，我知影老师的意思啊，我。OK， 安尼差不多。OK， 袂歹哟。Yes， 终身大家有一个款啊，哦。哎呦，老师，伊真正足包容的，足包容我的一个无正确的姿势，还佫我安尼含慢的这个过程，我听是听有啦，但是我唔知为虾米做出来，甲我听的都是无同款。伊嘛感觉到我咧急，吼，我会不安。啊，毋过好佳哉。啊，老师真正是一个足有度量，啊嘛足好心的人。拍这高尔夫哦，安尼用目睭看，甲实际咧拍，完全是两件代志。两个世界，倒位爱定，倒位爱软啥，我拢完全拢唔知影身体那敢毋是我家己的迄个款啊。无啦，迄因为你还袂进入迄个状况。啊，是虾米状况，互你感觉讲，哪练哪有自信？第一个爱有自信，第二个就是哪练哪落迄个决心啊。起来淡水，甲开始感觉一定爱成功啊。因为我身躯抱着遐个希望，妈妈的希望，甲我栽培人，嘿，伊对我的期待嘛。对。啊，所以迄当阵佫对着迄个陈金赛老师，啊，伊佫哪像老爸安尼，伊袂甲你骂，就像安尼，你也拍无好，佫加加一粒啦。来，无要紧安尼，啊，都像咱的是大人安尼甲咱教。啊，所以吼，我会教22年，毋捌甲骂过半句。做铺路，佫去日本赢头一场，我迄当阵才想着150万尔。啊，迄当钱真大意嘛。啊，我就要摕我的头家讲，这省的钱爱互你。伊甲我讲，这毋免，你回去厝帮忙你的家庭。这所以迄当阵你摕迄个奖金回去的时阵，爸爸妈妈
足欢喜的，对吧我想讲哇，查某囝真正出头天啊，出头天啊！哎呦，老师伊得到奖金，吼，啊，就是想办法要互厝里过更较好的生活的时阵，其实我嘛受到足大的感动，因为常常听哎呦老师咧讲啦，就是西亚伯伊毋若是介意拍球尔，伊嘛介意足侪做人的道理。吼，所以哎呦老师感觉西亚伯毋若是伊国语会的老师，嘛是伊第二个爸爸的迄个感觉。哎呦老师伊是受到西亚伯安尼对待，啊哎呦老师嘛是安尼咧看教学生，啊看教我即个唔正优的学生啦，哇！所以我真正有感受到安尼爱。伊是伫咧老师的身上，吼有展现，啊嘛，互我感受到啊。啊，有一阵啊，我会记得是1993年的时阵，对啊，你是跋倒啊是？我迄吼练习过头啊，我迄是伫红湾球场的是跋倒的啊，有故伤就对啊。啊，所以我拍球1993，顶礼拜我赢冠军，啊，我即礼拜去常常踢啊袂行。啊，就是咱以前李登辉老总统有无？啊，伊就是爱拍球啦，啊，再甲我介绍医生，互我，啊，我去就是像迄个练武的迄款人，啊，导我指导，叫我逐工都要运动啊。所以老师你到即马嘛是，原来逐工都爱运动嘛，练迄个福建的动作。逐工拢运动，逐工拢运动，所以你就是无开刀。无开刀，靠运动，靠福建，家己慢慢恢复就对啊。这两个骹有无？高咧对无？啊，怎啊甲伊高起来？哦，吼，安尼吐甲边来有无？啊，甲豆豆啊，搁放落来。爱豆豆啊放，嘿唔通一日就放落会受伤。做这物件拢爱慢啊。下老师，我要借问一下，常像你是一个运动员，你普通时啊，若要保养你家己，嘛是爱来健身房安尼练着无？嘛是爱靠这个机械，甲你斗三工，嘛是爱。较紧啊。哦，较有效。伊有重量，所以咱较有力。啊，咱若家己练无重量，了解，是。安尼我嘛想要来试看卖。会使。我看你那个足轻松的但是你爱呢。较轻松啊。老师，你自动帮我。这无会受伤，就啊骹高落去。高咧，袂使软落去咯。哦，系啊高咧。安尼你是含巴肚拢爱用力？这嘛有用力呢。对啊，迄就是咱的丹田腹肌啊。对啊，啊嘛会当讲是核心八卦伫咧食安尼核心嘛有练到。一般的人若是有机会来到健身房，拢是感觉讲啊，紧拍拼做，吼啊，但是拢无注意到一点，都是足济的这个项目免去做过头。所以，哎呦，老师真正吼，伊的心吼足油的呢，吼，伊拢有注意到这足济的美感，啊，伊拢会甲我提醒。我正有听你讲有一招，天下第一招。啊，这我也着爱讲啊。嘿，那像我这有咧运动啊，是溜力的人会使啦。但是若无溜力的人，我是爱伊靠淡壁。伊就是安尼吼，有一个靠对无？对。啊，你若无有法度的人，就是安尼行路，即个手拄天啦。啊，所以爱逆骹尾就对啊。对，这叫做天下第一招啦。老师，你当阵逐工练这招，食点半钟。咱人拢做，不管你受伤，不管你拢家己做即来嘛。因为我们师傅才会去跋倒，才会去互啥物弄着啊是安怎？所以你要面对你自己啊，你家己要医家己啊，你袂使靠别人要医你啊。啊，而且嘛袂用讲一直怨册啊、怨叹啊、怨叹，迄拢袂好的就对啊。袂用。甲阿尤老师同齐拍球啊，同齐运动啊，我真正感受到较早细汉听到的运动员的精神，唔惊艰苦，吼啊，而且对家己负责，事项项拢先要求家己，袂凊彩去怪别人。原来运动员的精神就是爱安尼用的啊，用伫咱人生的下半场，拄啊好，嘛而且吼足实用的，我爱学起来运动家的精神，下半场的精神，夹起来。
谢。你看，你按倒顶夹，我们一起走，这个下盘就撑下去嘛。对啊，哦，对吧？撑下去那个要下来的这个瞬间有没有？这样才会顺。嗯，一个人打一个看看。哦，从顶端就甩了，连臀部。对对对，这样不错哦。哦，转掉。对，哇，这样才对哈。哦，不错，很好，很好。哦，迄方向愈抓愈准。这几个学生啊，原来嘛是对你学足侪年啊吼。哦，一年啊啦，伊对迄小学啊，毋知几年就来啊。啊，你较早你是无暝无日咧拍的，对吼。无啦，无啦。哎呦，老师伊为伊受伤了，其实就较罕你咧来球场拍球啊。啊，毋过缘分的安排，互伊去受到学生，所以伊对学生嘛是有一个责任伫的。吼，啊，特别是哎呦，老师一看到学生迄球腿安尼一提起来，哇，迄 swing 的动作，吼，要安怎做，角度要安怎调，姿势安怎哦。伊袂输，敢若迄个雷达有安尼，一看就知影，倒一个角度，倒一个姿势有问题。剩这条呀？对，剩哦，这个。你拍这新的来，给我拍较好呀。因为我会有压力。老压力师，咱卖互伊啊，施当然压，嘛，有你压来力。关注就好啊。无够，你看你拍起这个安尼，你哪有力？你咧徛咧安尼。对对对对，这里要撑着，这里跟这里要撑着。我来下盘转哦，转。对，啊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对了，哎，记起来哈。你是毋是甲我共款，头都会偷看？伊嘛会吼无力啦，哦啊，伊手要出来，因为咱人手要出来是毋是安尼？对啊。就是这个问题啦。来，啊，你这回，对来啊，去叫球。像像这阵囡仔安尼，嗯遮尔细汉就开始学，就入门啊，就对啊。啊，无论伊后日是要行扑道的，还是不爱行扑道的，反正伊就是一个家己学起来一个技能。对。啊，若像像我要50岁啊，我要50岁啊，我遮尔悬火的时候，我阁敢适合来入门这个高尔夫这个运动呢？有人60岁才来入门的。哦，是哦，啊，你我阁算个少年。足侪像我较年长的人，因就是来遮呢，为着散步，为着健康。啊，阁拍日头。嘿，3、4点钟，你讲叫伊去公园，叫伊去倒，伊无可能。这3、4点钟才行嘛。嘿，啊，伊为着约迄粒球对无？嘿。啊，拍好拍歹啊，20码、30码嘛好，伊就是爱去约啊。哎呦，啊，就行。啊，就行。啊，而且我感觉阁有一项好，运动身材就会好。像就老师安尼，哎呀，身材好表示人嘛健康，对无？就无迄个什么三观的问题啊。哦，这应该会较好啦。来，瑜伽开始，这个吼，这个要站这样，有点斜斜的。哦，对，啊，把它这样弄稳，拍掉。我拍起来你看吼，安尼，有无？安尼甲调一下，伊唔太会过吼。伊就是怎安尼来，右走，膝盖跟这个脚底这样斜斜的踏下去。对，从这里哈，左脚跟左手哦，好来，从顶端哦。对，你看，赞。对，赶一点啦，不要怕，你这样怕的。卖惊，加油！对，有没有 ？OK， 好了，有的跳球，有的爬山高。老师在你的运动的人生内底啊，你有拄到过，互你上难忘的一届的挑战无？我去9年，才去比赛赢冠军迄摆，迄个铜尾洞，迄粒拍打，啊，我安怎看都是复古，我会徛哩安怎看都讲slice，我讲啊，这是干嘛slice？对啊，哦，对啊，
甲你看的、甲你想的无共，甲你判断的无共。落尾我想好好相信伊啦。嘿，啊，我怎啊鸟安尼甲拍去，我无掠正济，我就鸟拍去。结果迄个球怎啊下是怎啊落去，所以我9年了后，才搁赢迄场冠军。原来高尔夫甲人生的道理，有当时啊是会相谈，也就是讲有当时啊吼，咱想讲，人生应该爱照安尼行较会顺啊。啊，但是别人看，还是别人建议的，可能甲咱想的无共。啊，咱就是爱你要想一下，看安怎调整，还是安怎行较好。好啦，啊，咱即马要来练即个果岭岭顶有足侪搁较重要的技巧，对无？看草甲迄个坡度，因为这草你看，这草会发安尼落来，你看有无？你搁安尼跍落去对无？伊这有迄坡度，啊，你就爱看迄坡度，先看一下，看你要抓多少，啊，那个力道，啊，力道，你看安尼几把？对，不错不错，你看啊，恁这个拢会开去，你看你连架手拢会安尼有无？不要，你看安尼，有无？哦，这里轻轻的，轻轻的夹着，这里不用夹，它只有这里。对，这个就对了吼。在你们的眼中啊，你感觉涂老师是安怎的老师？啊，这应该在他不在的时候问。哦，好，我卖听。老师，你去遐看风景一下啊！来，咱吼真正讲就好，拢唔免暗卡，诚实以对。对，让老师运动员无咧惊啊，太肉，他不习惯。我不会不习惯。就把我们当他自己小孩一样。哦，袂歹呢。有感受到啦，你有感受哦。对啊，就该骂就骂对啊，该报就报，安尼就对啦。好啦，接受啦。涂老师的倒一个部分，互你感觉最难忘？散发出来的气场，真的哦，我蛮有感觉的，是那种自然生成的，不是假出来的对啊。啊，你咧，你感觉伫老师的心上学到啥上济，学到最多的是什么？我觉得学到最多的就是礼貌吧。所以老师唔那是教恁拍球，嘛教恁做人的道理就对啊。恁敢有人要想要做普罗的？有吗？伊啦，你没想要当 pro？哦，我也分了。哦，那就到今天为止。老师，你妈咧讲因会考，因真正会考啦。因就讲哦，解脱了。老师，我知影常像阿西伯啊，伊当年是会讲是咱台湾高尔夫的，几乎足侪人拢是伊培养出来，包括涂老师你嘛是。啊，若是讲阿西伯啊有听到，你有啥物话想要对伊讲无？悠悠甲你问这哦。我是感觉讲，伊栽培我对无，甲我照顾，我是感觉我有遵守伊所甲我传授的物件，得甲伊回馈。有一句话咧讲，一日为师，一世人为父。哎呦，老师甲阿西伯啊。我感觉因两个都是安尼的关系。啊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，哎呦，老师伊的成功，真正都是因为伊拢袂甲安尼的成就当做伊家己一个人的，就是安尼一个谦虚佮感恩的心，互伊永远会当行足久长的路。我甲伊办迄个金狮纪念碑对啊吼，办20年了，啊，即马球场拢敢摕转去办到今年一定办33届啊。所以金狮纪念碑有安尼继续甲伊传承落去，袂歹，真好。阿西伯的精神，嘿，足感恩的。对啊，台湾高尔夫的精神。对，所以我每天都很感恩。对啊，希望台湾搁出一个搁较好的选手出来啦。我一定会，阿西伯咧保庇。